I'm asking it to teach me things that I don't know, or help me solve problems that I otherwise wouldn't be able to solve reasonably. 老細，你知唔知你使幾千蚊一個 Facebook 廣告帶嚟嘅客，有超過一半因為你回覆得太慢，30分鐘內就會永遠流失。你唔係冇客，係你嘅人手根本跟唔上廣告嘅速度。我同你計下呢條數 ，Facebook 廣告平均每個潛在客戶嘅成本 CPA 閒閒地都要幾百蚊，但個客撳完個廣告，要等到你聽朝返到嚟先見到，仲逐個 copy and paste 資料去聯絡。98% 嘅 WhatsApp 信息會在5分鐘會俾人打開，但你嘅回覆卻要等幾個鐘甚至聽日，咁樣同賭錢落去有咩分別？真正嘅玩法係建立一條自動化收入流水線，你完全唔使理，由客人填表對佢收到你公司嘅 WhatsApp，全部系統自動搞掂，即時撲上去，趁個客仲記得你個廣告嗰陣時，最有興趣嘅黃金時間已經開始同佢對話。唔會流走任何一個客，就算佢當時唔得閒覆你，系統都會之後跟住個計劃揾翻佢，有節奏地 send 翻有用嘅資料提醒佢，直至到你嘅 sales 撲過去跟進為止。假設你每個月嘅廣告情況，廣告支出2萬蚊，獲得潛在客戶200個，每個潛在客戶成本100蚊。2025年嘅舊方法人手跟進，因反應慢，流失超過 50%， 即時走咗100個客。假設每個成功嘅客值800蚊，即係每月損失8萬蚊嘅生意機會。2026年嘅新方法自動化流水線，即時回應，將潛在客戶流失率大大降低。假設成功挽留其中30個客，每月新增收入30個乘800蚊，等於24000蚊。計俾你睇，你投資嘅自動化系統嘅錢並唔係額外嘅使費，而係幫你搶救翻一啲你已經俾咗嘅錢，本來會流失嘅潛在客戶，每個月多幾萬蚊生意，而成本只係廣告費嘅一小部分，呢個先至叫做精明嘅投資。我係 Mark， 我哋專幫生意將昂貴嘅廣告流量極速變現，唔好再俾機會流走。想知點樣具體設定呢條自動化流水線？第一，下面留言 Yes， 我免費 send 個自動化流程sample俾你。你攞咗之後，直接翻去同你條 team 傾下。第二，想傾深入啲，直接撳下邊條 link book 個時間傾兩句，我親自同你 share 啲成功例子，